天文台喺今日晚上10點10分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。渠務署嘅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經喺晚上8點啟動，現時已經派遣超過60隊嘅緊急應變隊伍處理市民嘅求助個案。為咗應對颱風紅霞可能帶嚟嘅惡劣天氣，渠務署已經喺前日開始積極作出準備，召開部門應對惡劣天氣緊急會議，並且進行水浸風險評估同埋識別有機會出現較嚴重水浸嘅地區，作出針對性嘅預防同埋部署，致力降低水浸風險。主要嘅措施包括喺大澳、鯉魚門等低窪地區安裝可拆卸式擋水板，為大澳、鯉魚門、屯門嘉和里、沙頭角市等地居民提供沙包，完成巡查同埋清理全港約240個容易因淤塞而水浸嘅地點，同埋喺較高水浸風險位置，包括北區坪輋、石湖圍、粉錦公路、龍翔道近黃大仙港鐵站、漆咸道南、高升街、干諾道西等，提前派遣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去到附近位置候命。截至今日晚上11點，我哋並未有確認嘅水浸個案。喺天氣唔穩定嘅情況之下，渠務署會同天文台同埋路政署緊密聯繫同埋合作，保持戒備同埋快速派遣緊急應變隊伍，盡快處理水浸個案。渠務署呼籲市民應該時刻保持渠道暢通，切勿放置雜物阻塞排水渠口。市民仍應該遠離河道同埋及早完成防水浸嘅措施。如果遇到嚴重嘅水浸情況，應該盡快撤離。市民如果發現排水設施淤塞或者水浸情況，請致電24小時渠務熱線23001110，我哋會盡快派遣隊伍去處理。